面，关兰代表处台湾家己买天然气，达当超过120万吨，政府讨论要利用这站来还债。花莲下晡28号万里溪放山湖水量增加，林保署修正评估，讲提早到明仔中到12点会溢流。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巴布亚纽几内亚单方面关兰代表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当下表示讲，政府绝对袂接受，会继续交涉。要咱台湾有1/3的天然气是甲巴纽买，达当是买超过120万吨，也这是巴纽因重要的收入。政府就按算利用经济来还债，当中就包括天然气这项采购。巴布亚纽几内亚无有经单方面宣布关掉台湾驻巴纽代表处。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表达严正关切，指出这是中国恐吓台湾的新例证，威胁国际和平。外交部长林佳龙特别表示，已经举行应变会议，佮针对天然气的采买采取严正作为。那我们跟巴纽的关系，并不是如他们部分官员所讲的，没有任何经济的来往。巴纽这个我们是采购了他们国家将近1/3的天然气，那每一年都有超过120万吨。咱国甲巴纽目前是关键连环伙伴，台湾当年向巴纽进口120万吨天然气，甲中油有20年的长期采购合约。另外，咱国也协助提供医疗、后送农业技术合作。学者观察巴纽打压台湾外交对立的时间点，拄着巴纽甲中共建交50周年，无排除巴纽调岗巴结中共。对于中共来讲，他也刚好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向国际去表达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那我们也有跟美国购买。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其实就要去计算的是，那我们跟巴纽所购买的天然气，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来源、一些管道？台湾外交处境艰难，像柬埔寨过去几摆公开配合中共，发表贬抑台湾主权的言论，外交部出手反击。今年8月初起，停止柬埔寨来台免签。林佳龙强调，咱国无可能接受柬埔寨支持武统，伤害台湾的国家利益。柬埔寨大规模的诈骗及这个事情，引起了对我们国家的伤害。这个我们也要进行交涉。林佳龙表示，柬埔寨无和台湾平等互惠对待，所以会暂停和柬埔寨相关优惠措施，唔按台柬重新检视双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联的油验出以及低价物质苯偏比钞票，这阵风波是引发中央甲地方对立。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招在野串联，讲要伫7月25去开道抗议。也针对这件代志，行政院长戴永泰是回应讲，敢若中联甲其他的油品公司隐瞒事实，嘛质疑地方无用心去查。台中市长罗秀燕就指控讲是中央咧施压，卖公布流向，卖回收问题油，也这是去予石油署长强志刚带来反驳。我们比一个赞。行政院长戴永泰、卫福部长赵宗良、石油署长强志刚18当日出席健康台湾深耕论坛开幕式，针对中联问题油探销，这是3个人互人也告发立案了后头一摆讲台。戴永泰地事也特别要求强志刚有500块表达关心。我的江署长眼睛里面都冒着血丝了，是特别的辛苦。肉液在检验，我看是这样子哈。台中市长罗秀燕是指控中央施压地方，唔通公布流向，唔通揭露问题油。国民党团也不办政府失职，呛声删减卫福部甲石油署的相关预算。强志刚对此做出回应：我们一定有查厂，一定知道流向，我们绝对持续的追踪。7月4号的专家会议，我们看过他们的改善报告，我们看的时候呢，所有专家都摇头不及格，没有在准备好之前就没有复工。戴永泰表示，卫福部20会提出5项强化食安措施的报告，强化三级品管的制度，甲食安发修法。另外，地方中央对立成员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在野串联25上开道抗议表达不满。戴永泰强调，只有中联甲其他油品公司看白，国际政府无看白，也指地方政府无用心查察，引来蒋万安回击。强调北市府第一时间接到展开全面稽查，批评中央所作所为都是看白。4月1号的产品在宜兰县被发现，难道其他县市没有吗？但迄今未见其他县市真的用心在查。人民不是无知，而是被中央政府盖牌。
我们到底吃下了多少毒油？人民到现在没办法得到中央政府一个清楚的说明。到现在民众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就是要一个真相。另外，台中市食品局部安全处表示，扩大抽检包括中联、福寿、福无甲其他品牌下游产品，目前已经抽检45件，也公布第1批到第7批超标油品流向台中的第2站下游业者名单，有210间拢要求铁路回收接受查核。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是食安问题，台南卫生局伫咧5月底抽验新的明好企业社生产的龙井牌落水吹粉，发验着讲依法袂使有的假传，有通知新的卫生局，也卫生局去抽验，佮验出6项产品有假传，要求厂商回收，予消费者来退费。因甲醛依法不得添加，是否第一时间已要求业者全面回收违规批次产品？并要求限期改善制程与原料品管机制，业者因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将依法裁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至2亿元以下罚锾。龙井牌向要求回收的商品拢总4品项7批次，包括落水吹粉、红城香菇、油葱吹粉、新力吹粉等等。厂商已经生产4740包，目前是回收867包。也伫咧花莲下晡时到西北河万里溪放山湖，这个水量是增加。本地预估讲7月19饭点7月20这个水会填出来。今嘛中央灾害应变会议是修正评估，讲提早到7月19，也就是明仔载中到12点1楼。也针对红色警戒，这个保全护士点伫咧收容中心10点加讲这个压力有够大，指挥官就派专家去甲因辅导。透过3D 建模影片，因看到放山湖坝体真侪所在出现泄漏，伫1082公尺泄漏点，水量明显低过前一天。上升的水位接近成药楼口，一场大雨雨，河集流量增加，原本有个延后的药楼时间，大雨过后，各修正提前了。达到坝顶高层的1087.5提早到7月19的中午12点，这个部分还是要看上游集水区的雨量。其实这也敢若是有够时间，10月下晡伫中央灾害应变会议，学者伫指挥官桂连成对问之下，解说雨若停，药楼时间自然都会延后。那如果降雨没有持续，到了下一报的时候，可能时间会稍微拉长。明天中午还可能再往后，又会往后延。是的，是的。落雨坝体结构拢存在无确定性，林保署花莲分署也派人去收容中心，用保障和解说为什么药楼时间一直改变。它什么时候是整个很大的水要流下来，我们都不晓得。你们还是住在这边比较安全。因为红色警戒特例保障予200多人生活伫收容中心10天，身心的压力拢真大。早起乡村等于警戒区的厝内摕物件饲清洗，指挥官也同意支持，应尽量放行出关活动。保政府专家紧急关怀辅导，公所尽力安排活动。今日下午3时安排精油舒压课程。下午4点，有替代役关怀大使团慰问。药楼延后阁提早是普通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除了西部大桥维持虹桥其他铁公路架桥的管制，依然爱考虑民众需求。代替也表示，18、24点进前的国际列车正常驶，19中到进前的赛车资讯，伫暗时8点进前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临海新川渔港今仔早起有一只鸳鸯的渔船，去互民众讲看到船啊排废水。地主讲啊，这个四边的海面规个拢是油污，海洋局甲船公司是请到下晡2点才处理好势。船长是出来回释咧讲啊，摸唔着开关，操作来信哦。也海洋局讲会依法来处罚。希望有关单位来处理一下。全新排水孔排出污糟水的污水，高雄小港临海新村渔港一只鸳鸯渔船18早起9点外，方发现排放有油污的废水，油污随风影真紧扩散到4口位海面。现在满潮来讲，整个港内都是满满的废柴油，整个水上一层超厚的。之前来都是可能偶尔大船进来才会有薄薄的一层。工作人员将吸附油污的吸油棉裹起来。
海洋局续报了后，请委华环保公司告场协助用汽油棉甲网区搞好油污甲粪扫。船长下昼回息咧表示，是轮机长听到有水警报被处理的时，操作事故加告白，佮出示抽油污的相关收据，定情不是调工要摆。我们是要把污水打到底层的污水槽，但是大车可能一时心里紧张哦，操作失误了，把那个开关弄错了哦，就把部分的那污水打到外面去了。那后来发现的时候，要来停止开关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船员徛伫船顶，一直高压高油污，船公司出动船员顶11人善后。就连到上深早的海巡人员也同齐到沙港，油污一直到下昼2点左右清理完。海洋局除了要求船主落实废油水管理，也依渔港法规范。海洋局会依渔港法第18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进行裁处。那在同法的这个第20条的规定里面，是处行为人新台币10万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港比漂大量的粪扫除了油污，当地人也反映部分渔船入港了后，船员会将粪扫等伫海底造成垃圾。海洋局表示，会向文请各工会协会约束会员，以维护海洋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PC Home 旗下由拍付国际营运的第3方支付服务派钱包进行失去予海客组织来入侵。即阵拍付国际公布调查结果，确认讲即个盗窃的资料是内部的员工日常作业的档案，其中是包括2019年甲2022年专案会员的个人资料，即个名字甲车牌是拢流出去。也针对受影响的用户，拍付国际讲会提供优惠券补偿人啉饮料。或者就去互消基会批评是上低的标准，呼吁主管机关爱处罚约束业者，加强保护消费者的资料。派付国际伫官方公布治安安全事故调查结果，表示会同专业第3方治安监测机构完成全面盘查了后，确认这一摆外泄资料是内部员工日常作业档案，大部分无牵涉个人隐私。啊，不过2019甲2022年，因为专案上线会员资料，包含名字、手机号码、车牌号码，会针对受影响客户提出专属补偿。方案是要指定超商饮品电子优惠票券，优惠超过500块。提出的这样子的补偿条件是最低标准那消费者如果不接受的话，当然可以要求更高的赔偿主管机关应该要给予适度的惩罚，而且这个金额要让业者会感到痛，让业者投入更多的这个资源在个资保护上面。派付国际强调，服务系统安全无问题，对无妥善保护个资会失礼，已经完成系统修补甲安全强化。专家分析，第3方支付若有资料外泄，反而是消费行踪拢被整合，都惊加做不法集团的诈骗对象。犯罪集团有可能会透过假装是这个平台业者，就刚才提到这些油水电相关的业者，去跟民众说，你可能要做重新的验证或重新的一些这个处理，或者你之前账务有一些问题，请民众做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种金融的一些操作，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要去小心的。专家也提醒业者，过去海客的手法伫卡油无成功，会搁进入系统攻击，所以最近也是特别注意加强治安防护。针对这个案，司法部诉贿产业署7月7日已经行政检查，后续依照个资法调查当中，派付国际若违反个资法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也下晡有50外个无人机的使用者去交通部抗议，讲部分讲无人机禁限行区是愈来愈快，连训练的区域都封禁，要求政府爱来全面检讨即马禁限行区维设的机制。也民航局是回应讲，新增加禁限行区是原则开放，例外禁止。夜关手中的空气机50外卫生者来到交通部头前，这期2年来禁限行区一直扩大，民众无法度知影空气维设依据，也唔知影敢是有定期检讨机制，拍开 App 就看到愈来愈快的红色禁止范围。突然之间就是很多区域就是已经不能飞。华中桥飞场还有新北的飞场，这都是一些飞友在平常在练习用的场域，结果他这一次直接把它禁上去了。
313反无平等空气联盟50外位算者18下昼，去交通部控制民航局6月20日公告上新无人机禁航范围，除了将原本飞航禁止航区为3公里扩大到5公里，也增加23禁限航区。联盟呼吁爱全面盘点所有限制空气，敢有违宪必要性。飞航特殊活动或是要做演习或什么的时候，其实可以用临时的方式去增加这些禁限航区。其实不需要直接把这些禁限航区放在这个公开透明的网络上面。造成更多的国家治安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外泄的这些风险。至于6月24号新出来的这个图资，那我们现在经过调整之后，那很快也就会在地方政府会做公告。那公告完了之后，原则上新扩张的这个图资来讲的话，采取的原则就跟往常不一样，采取的是原则许可，例外禁止。民航局派员到现场收到订正书，另外对算者提出开放列出进前30分钟，列落了后30分钟合法飞行建议，因为也涉及民用航空法修法。那未来各界有共识，也会依相关定数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2024年到今嘛，中华台74架算是拢总发生3案照好去互车崩死，县府就甲公路局来合作，伫咧8.5公里迄搭东西双向拢有设置170公尺长的铁网啊，就是要来防止这路段有照好走出来拄着车夹。来去车辆的车速拢无慢，中华台74架线会当为花大乡来往中华市甲台中市，平时甲假日车流拢真大。不过这个路段是位伫北角山脉，是照好西拖地。为2024年到今年已经有3只照好红落实。中华县府甲公路局伫60日点架设铁的防护网，最近已经完工，希望互照好西路通行。防止石虎跑到车道，那也可以保护石虎。那同时也可以保护用路的一个行车安全。台74甲这个路段，它其实有蛮多的桥啦，桥底下以15来讲，它通行方面是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公路局中华干部团表示，这摆架设照好防护网的地点，位于台74架线8.5公里的所在，东向甲西向各设置170公尺长的防护网，用来阻挡照好为这个所在软过道路，那会当降低照好风落雪，也会当同齐减少水路走出来，互车辆弄到的风险。去年呢，通过这个石虎保育自治条例以后啊，石虎的一些保育的工作上就能依照这个法律呢更加落实石虎的一个护栏，未来势必是要增加，然后才能真正的减少这路杀的这个状况。中华县农业处统计，为2022年到去年底，中华照好落雪案件有21件，主要发生伫北角山区的东外环道、中南路甲国道3号河美交流道附近。县府除了装设警示标志，也会继续甲公路局合作，伫必要的路段架设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平镇石头乡稻仔重要的产区，也今仔日就伫咧田内摆饭，到办青人挂稻仔饭的活动，去引袂少民众去参加，来体验农业时代的人情味。用爆米香来欢迎大家，18早起平镇区农会측窗边的稻田是正热闹。挂完稻仔的田内底，放满稻仔椅啊，这场青人挂稻仔饭活动，吸引真侪人来体验。我们这是食农教育的一环，我们也希望让现在的孩子们呢，能够知道农业时代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互相帮忙。桃园市积极来推动我们的稻米的这一些培育工作尤其我们平镇区农会近年来推展我们高雄147稻作的新的产品获得非常好的反响这摆活动主角是平镇区农会叫做推广型的高雄147号芳米、电好米，这种米口感 QQ， 还有淡雅的蚵仔芳。主办单位透过亲情共识挂稻仔饭，唔但彰显3年农村互助合作的精神，也互民众亲身体验安怎种作。好玩吗？好啊！今天做了什么农事？装米到罐子里，还有体验稻米，把米用下来。剩余做强俩肉的模作为的，今日来体验。这活动很棒啊！让小朋友了解就是稻米怎么形成的然后要怎么做成米饭这样小朋友会更习武。农业局表示，推动食农教育，就是希望透过挂稻仔强势者亲身体验，互民众熟悉稻作文化甲在地农业。
为产地到食饭岛啊，深化对土地甲农业的认同，也是在桃园优质的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高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